再来看国防部今仔公布，发现中共的军机14架次，中共的军舰9架继续交了咱台湾。因为国军的军舰最近直出海，影响到军舰的修复作业。审计部嘛针对海军提出检讨的报告，指出讲有14架的军舰无照规定的时间修复，恐惊会影响到战备。海军是回应指出讲，因为两岸的情势紧张会尽量来按照任务调整修复的作业。中共了台无停过，国防部3日发布，征集攻击17架次，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空袭7架次，加上共舰9架次，继续伫台海活动。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，军舰接出海反制。今年汉光演习，含舰杀手、塔攻击、巡逻舰都紧急出海，海军各型舰艇任务接力，所以也影响保守维护的时间表。审计部针对海军提出检讨报告，指出海军去年度办理舰艇计划性修复120架次，其中驱逐舰、巡防舰作为主战军舰有26架，煞有超过半数有14架无按规定时间来执行修复，比原本的维修周期延长1到10个月。对此，海军官兵抱不平，为着应对中共敌情，才无法度准时交收。从110年起，那两岸的一个情势的一个状况，还有因应我们共军海上的一个行动，我们任务会做一个调整。那任务的配合的任务的调整，我们的修期会配合的做一个调修。但维修的一些等级跟维修的期程，它会依照舰艇的一个状况来实施交修，所以对于装备的一些状况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稳定性。另外，每年国防预算加上特别预算，特种基金有希望达到6300亿，写入历史新高。国防部证实，向这个方向编列预算，也向外界说明原因。那明年适逢军事投资付款的一个相对的高峰期。所以说，114年度的预算需求一定是比113年度来得高。也有陆军强化早期武警能力，向中科院采购战术型近天无人机，红点名训练能量不足，有25%趴组员无处理无人机操作手的资格。对此，陆军会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来训练保守能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